歡迎各位收睇今日香港紅十字會就住緬甸地震2025緊急呼籲嘅網上直播。我係今日 MC Alan。緬甸地震由3月28日發生至今，災後嘅危機不斷咁樣湧現，當地受災人士需要全方位嘅支援，包括乾淨嘅食水、糧食、臨時庇護所、醫療以及心理支援等等。我哋今日嘅直播係希望可以呼籲公眾繼續關注呢場人道危機，同埋分享我哋紅十字會喺當地嘅工作。我哋今日請到香港紅十字會行政總裁、秘書長蘇婉嫻 Bonnie， 以及高級項目協調主任方子玲 Elaine， 同大家分享當地最新嘅情況、紅十字會嘅賑災工作，以及我哋即將派員去到緬甸實地支援嘅計劃。我哋而家先請 Bonnie。再次歡迎多謝大家嚟到網上呢個嘅分享嘅直播啦。咁頭先司儀都有講，其實個緬甸地震去到而家咧，接近係2個禮拜。咁我哋見到死亡嘅人數咧係不斷咁樣上升嘅。咁如果認識呢個國家嘅一啲嘅情況咧，其實佢都係有國內嘅衝突情況啦。咁唔知唔知道舊年咧，其實佢喺7月同埋9月都係有水災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見到今年有地震，其實對於當地嘅災民咧，其實有雪上加霜嘅情況咯。咁其實今次咧受地震影響嘅地區咧，其實有部分咧都係上一年水災同時都係受災嘅地方。咁所以變咗其實當地嘅災民咧都係會好多即係未復原嘅過程之下咧，亦都有第2次嘅大災啦咁樣。咁其實而家香港紅十字會咧喺當地係同緬甸紅十字會啦，同埋國際紅十字會保持聯絡咧，係提供救援工作嘅。咁頭先我講咧，其實舊年有水災嘅時候咧，我哋香港紅十字會都申請咗香港政府160萬嘅救災基金咧，就係喺當地去做救災工作。咁但係因為喺救災過程當中，我哋未完全恢復過嚟嘅時候咧，今次地震又發生啦，咁令到嗰個情況係更加即係困難咁樣。咁其實我哋喺當地見得到另外一個狀況咧，因為佢係有一啲嘅衝突嘅地區啊，咁所以咧無論係水災或者地震嘅一啲嘅居民咧，其實佢喺衝突嘅時候已經係離鄉別井，已經離開咗自己居住嘅環境，去到一個地方，跟住又有水災，跟住有地震，咁所以呢啲嘅打擊咧，對於佢哋嚟講，其實都係3重打擊嚟嘅。咁我哋咧講一講我哋喺災情嗰個發生之後嗰個工作嘅狀況啦。咁如果一般嚟講咧，有大型災難咧，國際紅十字會都會同當地受災嘅紅十字會去聯絡，睇下需唔需要國際嘅支援嘅。而今次咧，我哋都係國際紅十字會發出咗國際支援，希望全球都係一齊幫手呢個緬甸地震做一個緊急救援啦，同埋有啲嘅我哋日後嘅恢復嘅工作。因為其實我哋每一次救災咧，都會發覺咧，新聞係會報道喺緊急救援嘅時候，大家都好關注，一齊去幫手啦。咁但係之後新聞慢慢冇報道嘅時候咧，嗰個需要仍然係繼續喺度嘅。咁我哋而家呢一刻咧，喺當地咧，紅十字會佢有500個職員，有6000個義工，其實喺現場係做緊啲緊急救援嘅工作，包括係提供食水啊、食物啊、有啲帳篷啊、醫療嘅服務咁。咁其他國家嘅紅十字會有一啲嘅救援人員咧，都係去咗當地去幫手嘅。咁而我坐喺我側邊嘅 Elaine 應該會介紹下，其實佢係香港紅十字會公共衛生一個嘅醫護人員啦。咁佢就會遲啲去到當地幫手，咁去詳細同大家解釋下我哋嘅工作係啲乜嘢嘢。咁頭先我講啦，其實就我哋喺當地咧係會有紅十字會人喺度做緊工作啦。咁講一講嗰個情況，其實全個國家緬甸咧係有40%係受災嘅。而40%受災嘅裏邊咧，有70%至80% 嘅地方咧，其實都有紅十字會嘅工作人員喺前線喺度做緊工作啊。咁呢個係一個狀況啦。咁例如咧，我講一講有啲乜嘢具體工作啦。緬甸紅十字會咧，佢係有4個嘅流動嘅醫療隊咧，已經喺當地裏邊係提供嘅醫療嘅服務。因為你知道當地一啲嘅基礎建設包括醫院啦，或者一啲醫療中心咧，都係破壞咗嘅。咁所以災民其實因為地震受災，佢冇辦法醫療之餘咧，其實有啲當地嘅長期病患嘅一啲嘅市民咧，其實佢都冇辦法去攞藥或者覆診嘅。咁所以緬甸咧就係紅十字會有4個嘅流動醫療隊咧喺當地度做緊一啲嘅醫療服務啦，仲有加係有啲心理支援嘅工作係做緊嘅。咁呢一個就係我哋嗰個即係災情嗰個救災情況啦。咁我想講一講當地嘅而家嗰個情況，就包括天氣啊或者衞生嘅狀況係點樣樣。咁
其實當地好熱嘅，係接近40度，或者有陣時會偶爾超過40度，咁就係變咗真係熱嗰個情況，亦都係好多蚊啦咁。蚊喺日頭嘅時候就相對係會少啲，但係夜晚入夜呢蚊嗰個情況係好多嘅。咁即係當地我了解到，譬如你真係夜晚瞓完起身，咁你有個電蚊拍側邊係可以有幾十隻蚊，即係死咗喺度咁樣。咁嗰個熱嘅情況同埋多蚊嘅情況都會我哋恐慌，即係恐怕會引起一啲嘅即係身體嘅狀況啦咁。咁另外就上個禮拜度咧，就係有2日咧就落好大雨。大風同埋大雨，雖然落雨嘅情況咧都係維持可能係10零20分鐘，咁但係嗰個大雨嘅情況咧會引到一啲嘅水浸嘅情況嚇。咁因為有啲災民佢哋自己都係住喺啲帳篷啊，一啲臨時嘅棲身嘅地方啦，咁排水嘅設施都冇乜嘅，咁所以咧就會令到會有浸嘅情況，會有水氹啦，或者啲公共廁所可能會有啲排污嘅物品會浸，即係嗰啲物件會浸咗出嚟咧。咁其實令到嗰個衞生可能會有個惡劣嘅情況啦嚇。咁頭先講到熱咧，可能再具體啲，你會有一個嘅例子就係佢熱到咧，連嗰個電話個電池都係過熱，係開唔到嘅。咁所以呢個我想即係講翻當地嗰個狀況咧，就係地震啦，就係無家可歸，亦都係喺供電同埋供水或者衞生嘅環境咧，都係有一挑戰喺度咯咁樣。咁所以其實頭先我講過，除咗真係我哋日常嘅供應醫療啦，或者係食物啦，或者帳篷之外咧，心理支援都係非常重要。咁其實而家呢一刻咧，係丹麥紅十字會咧就係有喺當地提供心理支援嘅，而香港紅十字會其實我哋都有心理支援嘅專家喺度同佢一齊咧去邀佢去幫手嘅。例如點樣幫手咧？我哋會有一啲嘅心理健康快速嘅評估嘅工具嘅指南提供啦，去同一啲嘅災民睇下佢會唔會有啲嘅心理狀態，我哋係需要去幫手啦，同埋改編咗當地一啲嘅文字嘅支援喪親家庭嘅一啲嘅指引去幫手咁樣。咁呢個我哋都會即係心理支援嗰度，我哋都希望可以即係睇得到啦咁樣。咁另外我想再提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災區嘅能力建設啦。咁因為頭先我講喺賑災嘅時候，或者係災情發生冇幾耐嘅時候，大家都好關注嘅。咁我哋救災之餘咧，其實會有一個叫能力建設一個嘅元素會加落去。譬如舉個例，而家我聽得到咧，當地個災區係可能就需要一啲嘅即刻入到去嘅臨時醫療隊。咁國際紅十字會咧都係諗住會派一啲臨時醫療隊入去，包括咩？包括儀器同埋醫護人員。咁呢啲嘅臨時醫療隊咧，其實我哋會同當地嘅紅十字會一齊去合作，去運作呢個臨時醫療隊。到災後完咗之後咧，成個醫療隊嘅一啲嘅物資同埋嗰啲嘅器材會留俾當地緬甸紅十字會。咁不幸嘅時候，如果將來有再發生災嘅時候咧，其實佢可以自己運作，因為每一次災情咧，冇人快得過當地嘅救護人員即刻出嚟幫手救援嘅。咁所以紅十字會咁多年嘅救災咧，都會有能力建設呢個元素擺落去，喺緊急救援嘅時候咧，幫佢去建設佢準備下一次有災嘅時候點樣可以救到自己。咁呢個即係我哋一路會做緊啦。咁同埋而家我哋開始諗咧災區嘅恢復啦。譬如話我哋會唔會有啲嘅臨時嘅棲身之所俾佢哋帳篷啊，或者啲臨時搭建嘅屋咧住，可能大半年1年之後就開始重建嘅社區，包括重建民房啦、重建社區設施啦，譬如一啲小型嘅啲衛生所啊、衛生室啊，甚至係供水設施，令到佢真係可以恢復翻正常嘅運作。咁呢個係一個長期一個即係工作嚟嘅。咁其實俾個數字大家就係國際紅十字會咧，其實係為今次嘅緬甸地震咧係發出國際呼籲，係1億嘅瑞士法郎，等於係8.8億嘅港幣。咁係30%咧係用喺即時嘅緊急救援當中。例如我哋提供嘅食物啊、食水啊、醫療啊，同埋臨時嘅即係棲身之所。另外70%嘅錢咧，希望真係幫佢哋重建社區，令到佢恢復翻正常嘅生活咁樣。咁就最後尾我想都去講一句就係、紅十字會係咁多年嘅救災，無論係咩地方，無論係天災，無論係衝突嘅地方，我哋要堅持我哋嘅中立原則。我哋會同各方嘅持份者溝通，
包括當地嘅政府啦，同埋當地唔同嘅救援組織啦。咁溝通係非常重要，令到我哋嘅工作咧係有一個好嘅協調同埋迅速，將我哋嘅物資可以幫得到災民，令到佢哋得到係適切嘅幫助。而最後尾，我哋都多謝各位即係捐款嘅朋友。咁我哋今個星期六、星期日咧喺街頭有籌款嘅。咁如果大家感動嘅，可以想幫緬甸受災嘅災民咧，亦都可以繼續捐款支持我哋。唔該晒。好，唔該晒 Bonnie。正如啱 Bonnie 都提到啦，我哋應國際紅十字會嘅招募咧，將會安排Elaine前往緬甸，以健康項目統籌專員嘅身份，去到當地為期2個月，進行一啲公共衛生嘅統籌工作。佢將會同各個國家紅十字會以及當地嘅衛生部門協作協調，為受災嘅地區制定公共衛生嘅計劃，同埋管理健康措施嘅建設，同埋一啲策略性嘅建議。咁我哋希望咧Elaine可以而家同我哋講一下具體嘅工作同埋期望。好，唔該 Alan。咁大家好，我係嚟自香港紅十字會國際及賑災服務團隊嘅方子玲 Elaine。咁我嚟緊呢會去緬甸支援大概2個月，去做一個 Health Coordinator 健康項目統籌專員嘅角色。咁咧，我主要嘅工作其實咧有3大嘅方面嘅。咁第一方面咧就係一啲對外嘅協調啦。咁其實咧喺而家緊急嘅階段咧，我哋在地會見到好多唔同嘅人道機構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單位喺嗰度做緊嘢嘅。咁其實咧，我哋帶住嘅資源啦，同埋我哋嘅比較叻嘅範疇都有少少唔同，咁所以咧，我哋去到在地嘅時候咧，我哋唔同嘅代表就會保持好緊密嘅溝通啦，希望可以協調唔同機構嘅一啲資源，去盡量咧我哋避免資源重疊呢一個情況出現，將我哋嘅資源咧最有效咁樣去到災區。咁同一時間咧，我哋都會同政府咧保持好緊密嘅聯繫，了解翻其實衛生部門嘅需要，而我哋將我哋嘅資源咧可以調配去到最適切嘅地方。咁第二就係對內嘅喺紅十字會內部嘅一啲協調工作，咁主要都會係關於翻啲醫療同埋公共衛生嘅，例如話頭先 Bonnie 提過嘅一啲臨時醫療隊嘅工作咁樣。咁其實咧我哋緬甸紅十字會同我嘅關係咧，其實會係非常之密切嘅。咁我去到會全力去支持緬甸紅十字會今次嘅救災工作，亦都咧會同各個國家紅十字會咧透過我哋成個國際紅十字會嘅網絡咧，去將唔同嘅資源咧送到去前線去支援當地嘅工作，咁希望咧呢一個嘅角色可以減低緬甸紅十字會嘅壓力啦，亦都將我哋嘅資源最快咁樣運到去前線嘅。第三咧就係一啲嘅技術支援，咁因為頭先我哋都知道緬甸紅十字會而家嘅工作好繁忙，亦都面對緊好多唔同嘅挑戰，喺災區嘅情況可能每日都唔同，咁所以其實咧去到前線我哋會面對好多唔同嘅一啲大大細細嘅新出現嘅一啲狀況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需要到我哋多啲嘅專業人員去到前線咧，去提供一啲技術嘅支援。希望咧我哋用我哋透過紅十字會國際嘅網絡，去將我哋嘅技術啦，同埋唔同嘅資源咧，可以最有效咁樣咧，去幫緬甸紅十字會喺今次呢一個救災工作裏邊去發揮佢哋嘅功用。咁另外咧，有需要或者係疫情唔同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再重新去評估災區唔同地方嘅需要咧，去部署我哋紅十字會短中長期唔同嘅計劃嘅。好，唔該晒。咁頭先都有提到啦，我哋其實除咗Elaine之外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醫護義工係嚟自香港，又或者係義工咧都已經準備就緒，隨時去到緬甸係支援嘅。咁頭先有提到，譬如可能工程師啊、醫護人員啊，咁可唔可以都請兩位去介紹下，其實喺個災區裏面係呢啲專業嘅人士可以點樣去幫到嗰個地方咧？我諗首先講一講我哋而家嗰個準備受水嘅情況啦。頭先我講過就係當地咧，其實國際紅十字會咧希望有啲流動醫療隊咧就去到當地嘅。咁頭先講到會有儀器，亦都有醫護人員。咁我哋咧就聯絡咗我哋自己已經登記咗，我哋大概有200個醫護人員咧喺我哋嗰個嘅名單裏邊咧。平時我哋都有培訓啦，一有災難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聯絡佢哋你哋能唔能夠可以好快嘅時候去到災區去幫手去做救災咧？咁樣好鼓舞我哋有大概20位嘅醫護人員，包括有醫生、護士同埋水利工程師。其實佢話準備㗎啦，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咧，咁我哋自己內部都會做一啲嘅手續之後咧，就可以安排佢哋去災區去幫手。咁所以呢個其實我哋個準備受水嘅個狀況咧，我都好感謝啲義工咧。其實佢見到有災難嘅時候，都同我哋緊密聯絡啦，亦都係準備好自己可能請假咁樣去災區。咁而交俾Elaine
Elaine 講一講，去到現場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幫我哋點樣去提供一啲即係緊急服務啦。好。咁其實香港十字會咧都同我哋好多唔同嘅 partner 咧，咁其實有機會佢哋會調配醫療隊嘅一啲國家紅十字會咧，保持好緊密嘅聯繫嘅。咁而家咧，我哋知道就係如果嚟緊我哋真係會調配醫療隊嘅話咧，我哋都希望咧，即係我哋嘅人員可以參與。咁佢哋去到咧，其實就會根據一系列我哋喺前線嘅一啲security 嘅一啲 framework 咧，去到最前線咧去提供一個緊急嘅醫療服務。咁另外我哋都咧會有好多唔同嘅隊伍喺前線咧，其實我哋亦都會需要咧喺當地去做翻一個協調啦。可能係唔同機構嘅唔同醫療隊嘅時候咧，咁有機會咧，其實我哋都會係做呢個協調嘅工作，去到唔同嘅地方，為到最有需要嘅社區咧，去提供我哋嘅緊急醫療服務嘅。好，咁唔該晒兩位。咁我哋其實都有一個即係標準知道咧，因為我哋以往做人道機構嘅時候有一個經驗咧，就係我哋叫做環球手冊。咁咧係講到喺人道救援裏面有一個最低嘅標準，就係講緊，譬如我哋一個人喺每20個人就可以用一個洗手間咧，係一個比較適合嘅標準嚟。但係我哋而家數字最新知道咧，喺當地啲重災區咧，其實嗰個資源不足嘅情況係去到大約500人先至可以用到一個洗手間。咁Elaine可唔可以喺公共衛生嘅角度可以講多少少？其實嗰個衛生情況不足嘅情況之下，會令到傳染病啊，又或者當地情況點樣影響佢哋咧？好。咁其實咧，我哋知道頭先都提過啲數字啦。咁如果我哋可以想像就係其實如果500個人先至有一個洗手間，其實嗰個需要同埋嗰個供應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 gap 喺中間嘅。咁所以其實咧，如果係咁，就有機會民眾咧係需要咧喺一啲開放嘅地方咧去解決佢哋嘅一啲基本需要啦。咁而其實咧呢一啲咁樣嘅排泄物咧，如果留咗喺社區，而頭先 Bonnie 亦都有講過，就係可能佢會有機會水浸啊。咁嘅時候咧，其實我哋係非常之擔心咧嗰個傳染病會出現嘅。咁例如一啲急性嘅輻射啊，或者係即係呢一啲。喺唔同嘅情況之下咧，其實係會好影響到社區佢而家嘅公共衛生嘅一個需要喺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哋頭先都知道，其實有唔少嘅一啲嘅醫療設施咧，喺地震之後咧係受到好嚴重嘅破壞。咁醫院冇辦法幫到啦。咁然之後啲好多嘅診所亦都冇辦法運作嘅時候，其實我哋好擔心就係當有好少部分人佢出現呢一啲嘅問題嘅時候，好快咧就會變成一個 outbreak 咁樣。咁呢個係我哋最擔心嘅。咁所以喺公共衛生最前線而家比較緊急嘅階段，呢一類型嘅傳染病咧就係會好快會影響社區咯。好，明白。其實我想睇翻當地嗰個醫療破壞個狀況咧，具體啲，即係大家知道，即係當地受災就係有曼德勒、有內羅比同埋實街呢3個地方啦。其實當地呢3個地方有5個大型，即係或者叫主要嘅醫療設施，包括係公營或者私家醫院或者一啲醫療中心咧。5間都係完全係破壞咗，係不能運作嘅。咁所以頭先我就話點解我哋咁覺得醫療嘅需要，咁醫療隊去派入去咧，都係非常要緊急咯嚇。除咗地震嘅災難，或者頭先即係地震嘅傷，或者頭先講天氣或者供水不足引嚟嘅可能嘅傳染病之外咧，佢日常嘅長期病患都係冇辦法照顧得到。咁所以我強調翻醫療嘅需要係首要嘅而家。好，咁我哋都好多謝今日咧傳媒朋友都係收睇呢個直播，而同時都有啲傳媒咧係嚟咗一啲嘅問題。咁我哋想問咗多少少咧，關於喺災後重建同埋一個recovery 嘅過程。因為頭先Bonnie有提到啦，我哋而家國際紅十字會呼籲籌得嘅款項咧，有70%係會用於恢復嘅工作嘅。咁除咗Bonnie頭先你提到緊急醫療系統同埋設施呢一個建設之外咧，仲會唔會有多少少關於喺避災啊，又或者長遠嘅生計上面嘅計劃，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以往嘅經驗咧？好啊，其實咧每一次救災咧，我哋簡單概括咧係3大階段。第一就係緊急救援。第二咧就係重建恢復佢日常嘅生活，第三咧就係避災。咁緊急救援咧係市民最熟悉，因為大家最關心去照顧佢哋醫療啊、食物啊、水啊同埋臨時居所一個嘅狀態嚟嘅。咁重建咧其實有分短期同長期。重建咧其實通常個災區咧唔可以好短時間之內即刻起翻啲長期嘅民房啦，或者長期嘅醫院啦，或者係學校啦咁，因為都係需要時間。咁就會有啲臨時嘅民房、臨時搭建一啲可能嘅
醫療措施。咁咩叫臨時咧？臨時可能係1年。都係需要住喺啲臨時嘅住房裏邊嘅咁之後去到一個長遠嘅建設咧，紅十字會通常係關注民生嘅需要，咁好大型嘅基建都唔係我哋能力範圍之內，咁民生包括係咩？就係生命健康啦，譬如我哋會有一啲嘅診所會重建啦，可能係小型嘅一啲村嘅道路啦、民房啦、學校啦、供水設施啦，咁呢啲都係我哋希望可以用我哋嘅捐款去幫當地嘅一啲嘅基層或者前線嘅一啲嘅災民咧，可以恢復翻佢日常正常嘅生活，令到佢可以真係正常咁樣生活啦。咁會提到要有一個叫做livelihood 啦，就係即係佢點樣可以維生咧咁樣。咁我哋就會通常睇翻當地嗰個嘅嗰個嘅居民咧，佢維生有一啲可能係沿海係捕魚嘅，有啲係農田嘅。我哋為翻當地個狀況，佢哋有啲乜嘢嘅維生嘅工具，或者一啲訓練，或者一啲物資可以提供俾佢。咁最終咧，佢可以自己去維生，自己係賺錢，自己過翻日常正常嘅生活。咁呢個咧就係完成咗中間重建恢復正常生活嗰個階段。而第三咧，亦都係可能市民會更加唔會好為意，就係避災啦。咁避災咧，其實係準備個避，就唔係逃避個避。準備就係災難有時發生，我哋不能去話佢唔會發生，我唔可以停止地震嚇，我唔可以停止水災。咁但係我哋如果準備好自己去幫自己嘅時候咧，可能減低災難發生嘅時候咧，去造成嘅傷亡嘅嚇。譬如咧，有社區嘅啲韌性嘅建設啦。頭先我講，如果真係我喺救援嘅時候去幫咗當地嘅紅十字會，佢有一啲嘅救災嘅儀器啦、救災嘅技術嘅時候咧，佢自己可能好快即刻就可以做咗救援咧，會減少死亡嘅。咁另外個人嚟講咧，我哋會有培訓嘅，譬如最簡單而做急救嚇，或者喺地震嘅時候點樣去保護自己個生存率去高啲。咁呢啲係個別一啲嘅培訓咧，我哋都會做嘅。咁希望今次我哋係我哋有足夠嘅捐款啦，咁嚟到去做到我哋重建同埋避災嗰個嘅部分，令到將來咧，因為其實緬甸咧都係一個曾經發生地震嘅地方嚟㗎。上一次應該係大概13年前有地震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係有重複發災嘅地方咧，其實個避災嘅工作係好重要，因為佢可能會仲有下一次嘅天然災害。咁如果我哋做好避災咧，下一次嘅人命傷亡同埋財物嘅損失都會減少咯嚇。好。咁呢個問題咧，就想問一問阿 Elaine 啦。咁你即將去緬甸嘅時候，你自己本身會唔會有啲擔心或者係期望，或者希望幫到當地一啲乜嘢需要咁樣咧？係。咁如果個人層面嘅話咧，其實我就唔算好多擔心嘅。咁因為之前都曾經有去過唔同嘅地方做嘢啦，咁亦都好相信紅十字會本身係有一個好完整嘅系統去保障我哋人身安全，而我哋都會根據唔同嘅指引同埋標準咧去做我哋嘅人道工作嘅。咁但係我諗而家最擔心嘅可能係真係當地人嘅一啲情況。咁其中一個就會係餘震啦，因為其實第一個地震之後好快其實都有第二次餘震嘅。咁喺地震嘅呢啲環境裏邊咧，其實如果再有餘震嘅話，會對嗰個災區會有好大嘅影響啦，同埋亦都會影響我哋嚟緊下一步嘅計劃同埋部署。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暫時我諗都比較擔心嘅地方。我都想補充咧，其實我哋派工作人員咧，包括可能職員或者義工嘅時候咧，都會當中會有一個嘅評估配對。咁我今次請咗Elaine去幫手，因為Elaine嘅救災嘅經驗都好豐富。其實去過土耳其啦，去過阿富汗啦，同埋去過孟加拉嘅。咁所以加上我哋會相信我哋個同事會有足夠經驗能力咧，去做到今次嘅救災工作咯。好，咁即係都講到Elaine有以往嘅經驗啦，會唔會有一兩個例子係去到嘅時候，你作為 Health Coordinator 健康統籌專員嘅身份，係能夠直接係協調到當地？因為我哋知道咧，其實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好有心嘅組織同埋機構去支援緊災區唔同嘅人士。咁喺資源上面咧，有時都係難免有少少重疊啊咁樣。咁喺你作為嗰個角色喺嗰個崗位裏面，會唔會有少少經驗可以分享？可以點樣幫到佢哋咧？咁我諗到第一個可能係阿富汗嘅例子啦。咁我2023年嘅時候咧就去咗阿富汗。咁喺當時咧其實就有一個邊境嘅流徙嘅人士咧，由巴基斯坦咧就翻嚟阿富汗嘅。咁我哋知道呢個情況咧，咁我就第一時間去到前線咧，去睇翻當地嘅一啲需要。咁第一時間我哋當然都會拜訪我哋紅新月會阿富汗紅新月會嘅辦事處啦，亦都會去到政府嘅衛生部門咧，去了解而家佢哋面對緊嘅一啲挑戰同埋需要嘅。
咁另外咧，我哋除咗係去政府了解之外咧，亦都會去到例如世界衛生組織啊，或者一啲聯合國唔同嘅團體咧，咁我哋真係會去配對下，其實我哋手頭上嘅資源係啲乜嘢嘢，當地嘅需要係啲乜嘢嘢，而我哋亦都點樣可以互相嘅配合咧，將我哋唔係好多有限嘅資源咧，可以好有效咁運用喺當時嘅呢個狀況，咁就盡量去避免頭先 Alan 提過嘅嗰個資源重疊嗰個問題。好。咁頭先而家都有記者有一個問題，就係想知道，因為我哋紅十字會成個網絡咧，都會係同當地紅十字會啦，同國際紅十字會合作。咁而家喺當地嘅紅十字會，其實我哋覆蓋啱話有40%災區裏面有7至8成。咁其實包括邊幾個地區係最主要重點做緊工作嘅地方？其實咧，我哋主要咧係輔助緬甸紅十字會去做嘢嘅。始終我頭先提過咧，當地有500個緬甸紅十字會嘅職員，有6000個義工。每次救災都係其實外來去參與救災嘅人士咧，其實係輔助當地嘅。咁所以頭先我講嗰3個地方咧，即係頭先話係曼德勒啦、萊比都同埋實皆呢3個地方都有嘅。咁尤其是如果係啲流動醫療隊咧，就更加即係佢會係即係因應需要去周圍去幫手咯咁樣。咁其實曼德勒同埋萊比都其實係一河之隔嘅啫。咁亦都係提翻啦，就係即係而家嗰個萊比都咧，佢係一河之隔，但係嗰個主要嘅橋同埋公路咧，都係破壞咗，未可以恢復到正常嘅交通嘅。咁所以嗰度係比較難入啲嘅。咁但係都可以即係會，我哋盡量會去即係當地紅十字會去到幫手，因為佢有 local branch 嘅 chapter 會做到嘢嘅。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哋會繼續去支持當地紅十字會做嘢咯。係。好。咁啊，最後我自己都想知道多少少個問題啦。頭先 Bonnie 有提到即係避災嗰個重要性，同埋一啲喺災難嚟臨之前做一啲培訓。咁其實咧，我哋香港紅十字會係無論本地定係海外咧，都好強調一個概念叫做社區韌性啦。係啦，咁社區韌性喺呢個救災嘅層面上面，又或者喺我哋社區上面都有唔同嘅持份者，又可能有多元文化嘅朋友啊，咁或者唔同嘅需要嘅。咁我哋增強社區韌性，其實可以點樣幫到社區唔同嘅持份者咧？咁樣。社區韌性嗰個概念咧，就係頭先我講避災嗰個概念，不過咧就係更加會長遠啲嘅嚇。咁社區韌性咧，包括咧其實有如果真係講得好完整咧，係有政府、社區同埋個人嚇。咁政府大家都知，即係政府係管理一個國家嘅，咁無論係有災難或者係平時嘅時候咧，應該都有一啲嘅準備嘅方案啦，同埋會有啲培訓啦咁樣樣。譬如今次咧，緬甸紅十字會咧同政府嘅救災嗰啲嘅委員會咧都有溝通嘅。我哋通常紅十字會咧係去有一個角色，就係國家政府嘅人道工作嘅助手。咁一災難嘅時候咧，其實我哋都會，因為紅十字會嘅主要嘅業務咧就係緊急救援，咁就同當地政府咧有一個溝通，點樣去我哋可以幫到手咧咁樣。咁第二咧就係社區，咁社區咧就係頭先我講社區係包括可能有啲非政府組織，甚至乎可能係啲嘅企業或者啲學校咧，佢哋應該會多啲嘅培訓，多啲去諗如果有災難嘅時候咧，我哋點樣可以去減少嘅傷亡咧？咁我容許我舉一個香港嘅例子嚇。咁因為大家都過咗疫情一段時間啦，即係 Covid 嘅時候，其實疫情都係個災難嚟嘅。咁我哋而家香港紅十字會做緊一個嘅就係啲社區一啲嘅韌性嘅訓練，就係去到一啲嘅院舍啦，或者係啲嘅企業啦。當下一次再不幸地有疫症發生嘅時候，其實點樣可以做得更好去保護翻我哋嘅即係自己嘅員工啦，或者我哋自己嘅服務使用者咁。咁呢個係一個自己一個組織，無論係企業嘅或者係 NGO 或者學校咧，係一個培訓喺度嘅。頭先我講個人咧，就係我唔知即係大家收聽緊呢個直播嘅朋友，你有冇學過急救？有冇嘅心理支援？有上嗰啲嘅堂？其實呢啲看似好簡單，但係如果你學咗嘅時候咧，都係一個韌性。當你有一個緊急而來嘅災難嘅時候咧，你可以幫到人。我亦都舉一個本地嘅例子，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嘅學生，中學生喺香港見到一個男士喺個街暈咗，即刻就係即係 CPR 就係即係去幫手去做心肺復甦法。跟住嗰個男士送院嘅時候咧，其實係即係都係安全嘅。咁後尾佢校長知道咗之後咧，就全間學校咧
就去要學急救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啲都係從政府、社區同埋個人咧都有個意識喺度。因為香港其實係一個比較幸運嘅地方，唔會有大型嘅地震啦，或者係海嘯會曾經即係經歷過。咁所以我哋嘅避災意識可能未必夠一啲成日發災嘅國家嘅意識咁強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哋經歷過有疫症，咁同埋2023年香港都有個好大型嘅黑雨或者係落雨咧。其實我覺得香港人都應該喺個避災意識都係加強咯，要。好，唔該晒 Bonnie 同 Elaine 今日嘅分享。咁正如頭先所講啦，我哋咧嘅緊急呼籲係會繼續，希望各位能夠慷慨解囊去支持我哋嘅人道工作。同時咧都有一個呼籲，香港紅十字會仍然係開放呢個緊急尋人嘅服務。如果各位不幸喺緬甸嘅地震裏面有任何因為親朋戚友嘅失聯啊，咁亦都可以聯絡我哋提供協助。咁再次都多謝兩位。